几年你又忘了，你录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自己锁，那个地方的名字也录不进去，回来是登记的，要不你过2年你都不知道怎么跳出来。然后就是煮，而且就这水果，其实我讲的是，我就是你没看。嘿。天是我从今年用个是那我们的一斤南上，人南上，这也叫人家我赚啥了？我没姐姐呢，我在旁边也花钱。嘿。去。嗯。はい엄마 니 빼매 홈 엄마 니 빼매 홈 엄마 니 빼매 홈
有隻細貓喵喺度瞓覺覺。慈國天真長天四大天王，呢度就係多聞天，呢啲中國傳統嘅四大天王都有喺度。應該呢個就係蓮花生大師。佢呢啲咧，嗱又整啲大黑天啊，呢啲咁。呢個三世諸佛，酥油茶、酥油燈。呢個臥佛，跟住呢度就黑啦，呢酥油燈。呢個藥師佛，呢度好暗，睇唔清嘅啦。11面觀音菩薩文殊，文殊仲有金剛手。馬頭明王，呢個觀世音化身出嚟嘅。呢度而家仲有師傅喺度嚟食緊嘢。11臂觀音，個觀音嚟嘅。文殊、金剛手，中間嘅就係觀音。呢度咧就係咧細細個嘅佛像喺度。佢呢個就係一個壇城。Om Mani Padme Hum。呢個應該係蓮花生大士嚟添嘅。
看一下那个我们的珍珠广场。無量壽佛。馬頭明王，馬頭明王咧，佢就係話係由觀音化身嘅。蓮花國王。喺呢度啲西藏人咧，呢度捐獻咧就咧1蚊、5毫、1蚊啊啲咁樣，唔會多錢。嗱，呢度有1蚊，有冇1毫啊？有1毫添啊！在佛门圣地，不要乱说话，为我们的儿女、家庭的嘛积分口德 ，OK 吗？你不要认为别人听不到。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顶上3尺有神灵 ，OK 吗？大黑天。说这话别人听不懂，别人听懂了 ，OK 吗？灾难会不会降临到你身上呢？这是不一定的 ，OK 吗？呢度有幾多年歷史啊？啊？呢度有幾多年歷史啊？這裡啊，1000多年，1000多年。最早的一個寺院。等你啊！我先慢慢嚟，慢慢嚟，慢慢。因為這個藏傳佛教隨功德和內地不一樣，內地有個功德箱，你放進去你拿不出來，這個地方你可以幹嘛？放10塊，放1塊，放5毛，都沒問題。請勿拍照，我呢度唔入去啦。所有的錢都可以自己找 ，OK 嗎？你覺得哎我就找不夠，自己找，那麼多的佛堂自己找錢 ，OK 嗎？啊，好，對，啊，上去容易下來難啊。好啦，跟住我上去。師傅，我問你 bring me home。拍嘢喎。嗯？拍嘢喎，你揸住嘅。